老細，我哋個貨櫃啱啱新到啲新嘅菜出咗嚟，做唔到以前價錢。以前可能係4-5蚊，而家可能要7到8蚊到。但係聽講市場呢啲已經去到3倍咯喎。而家市場情況可以同你講係缺貨嘅，盡量唔好太高啦，有得賺就得啦。就係開戰以嚟喺3月28號過嚟，再大概係20日左右咧，一起價咧就去到3蚊3蚊6毫幾嘅，應該係加70%切嚟嘅底線。我覺得而家個階段咧，仲係未到要走到呢一步。當然而家局勢如果係再進一步升級，營商環境亦都受到好大嘅衝擊嘅時候咧，我哋亦都會好果斷咁安排翻香港啊，翻祖國㗎。有爆炸嘅聲音喺度咧，我哋真係覺得好驚訝嘅。而家嘅局勢對我哋特別係海運嘅安排咧，確實係帶嚟一定程度嘅影響，呢個係客觀嘅問題。今日咁多度牛，而家最直接嘅影響係旅遊服務業、旅遊酒店啊，好似頭先講到嘅導遊啊呢啲係影響好多人直接失業添。咁啊運輸同埋嗰個保險費啊嗰啲成本啊高漲。而家價格的話就入口嘅食品類大概係30%度。其實按照我哋從中國出嚟話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嘅，其實唔應該係咁樣嘅。你唔可以用強權去改變一個國家。我哋中國係有咩事大家好好傾啊。另外的話，佢從後面所暴露出嚟嘅嗰啲戰爭目的啊各方面，真係我哋覺得實在係過分。係啊，你炸人家啲小學，炸人家啲大橋，炸人家啲基礎設施，毀滅人家嘅文明，呢啲戰爭罪有咩區別咧？但係如果我哋中國人咧，包括我哋香港人喺度做企業嘅、做貿易嘅人咧，比較習慣一種處理嘅方式嚟講，大家都係普遍仲係希望有咩事坐低嚟講啦，保持克制，通過咩對話協商解決分歧啊，同埋反對咩威脅啊，同埋使用武力啊。